係，多謝主席啊！我都係支持今次呢個職位嘅工作嘅。地區嘅物業管理工作呢，事實真係非常之唔容易。我自己做區議員嘅時候呢，都參與咗好多嘅即係法團嘅會議啊、工作啊，經常都會出現唔同嘅糾紛啊。都係好靠即係民政事務處嘅即係聯絡主任去幫手做協調。咁其實真係好艱難嘅工作，同埋啲會又開得好長啦，又好夜啦，日以繼夜啦咁所以係好唔容易嘅。咁所以呢，今次嗰個要深化嗰個改革大廈管理工作呢，我都係非常之認同，其實真係必須要做。我聽到市民其實最關心嘅呢，就係而家就係點樣即係幫助啲法團去打擊呢個圍標嘅工作啦。咁所以想睇下嚟緊呢個崗位即係會喺呢方面要去推動。咁另一方面呢，因為都要即係支援好多唔同法團嘅工作呢，咁我都會希望呢，即係呢個職位呢都可以推動即係到啲法團啦善用科技。尤其而家智慧物管啦、智慧消防啦，其實都相對已經開始成熟同埋落地啦。咁譬如一啲舊嘅樓甚至新嘅樓宇都好啦，其實嘅即係消防嘅工作咧，其實都可以利用物聯網咧係去即係提高嗰個效益啦。咁另外咧，我哋咁多舊樓要做巡檢，要做維修，咁其實我哋而家低空經濟嘅發展咧，用無人機去做巡檢啦，去做清洗外牆嘅工作啦，甚至大廈裏邊嘅譬如電梯嘅即係檢測咧，呢啲咧其實都已經可以用科技去做，既即係快咗又平咗，同埋咧亦都係冇咁危險。咁呢啲咧可能一啲譬如舊嘅樓嘅業主或者佢哋都未必有呢一方面嘅知識嘅。咁所以咧可能我哋第一步咧都係首先要equip， 即係令到我哋嗰啲聯絡主任都喺呢一方面對新嘅科技嘅應用喺物管上邊咧都有充足嘅了解。咁跟住將呢啲知識咧亦都可以即係帶落去地區，讓地區嘅物管同埋即係業主等咧，佢哋都了解呢一方面嗰個應用。咁所以喺呢方面可能需要一啲新嘅培訓工作嘅。希望呢方面都可以做到。好啊，唔該。都係同科技嘅利用有關㗎。局長唔該你。主席，首先多謝葛珮帆議員嘅支持啦，同埋佢嘅經驗分享啦。我哋好贊同嘅。關於葛珮帆議員第一部分呢，提到業主關心點樣去打擊圍標啦。咁我想喺度講講呢，即係我哋成個即係政府嘅團隊對呢樣嘢都好關心啦。我哋會透過去修改建築物管理條例，去增加我哋大維修嘅透明度，同埋增加業主嘅參與度啦。市建局亦都會喺未來咧去推出呢個加強版嘅招標圖，更加好咁樣幫助業主去揀選或者去提供一啲合資格嘅承建商同埋呢個顧問啦。我哋部門咧亦都係會加強同執法部門合作啦。我覺得更加重要係加強呢個教育同宣傳，等大家會更加知道個情況係點樣，或者有啲乜嘢嘅範例大家可以去分享。關於科技嘅應用咧，就頭先我收到咧就係葛珮帆議員嘅意見嚟嘅，因為最主要咧我相信喺呢方面大家都知道議員係呢方面嘅專家。咁我諗有幾方面嘅。第一，我聽到意見啦，我哋點樣去加強我哋聯絡主任同事嘅對呢方面嘅認知嚇。咁呢個第一。第二咧，我哋都會加強同物業管理監管局同埋物管業界嘅合作，點樣去更加好運用到唔同嘅新嘅科技，特別係頭先葛珮帆議員提到嘅一啲無人機，點樣去喺呢方面能夠幫到成個業界做即係做緊更加多同埋更加好嘅工作。多謝。